早晨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行下街，唔小心撞到人，或者踩到行喺你前面嗰個人個腳踭呢？如果大家都有試過嘅話，嗰個人嘅反應係唔係？冇錯啦，好多時候你撞到人或者踩到人，對方都會還返一個俾你嘅。呢一下簡直係難聽嘅粗口啊！因為呢一個聲音可以包含千千萬萬個粗言穢語喺入面啊！好多時候都係因為呢一聲而引起好多不必要嘅紛爭。我哋嚟睇下一啲例子。啱啱條友接我做咗幾廿年人都未俾人接過啊！我要斬佢仆街冚家鏟！唉，咁就搞出人命啦！我哋一齊嚟睇下正確嘅處理方法。對唔住啊，有冇撞到你啊？唔好意思，其實係我錯，係我行路掛住撳電話，冇睇路啫。Sorry 啊！其實只要一句衷心而又誠懇嘅道歉，所有恩怨都可以化解。所以凡事都要以禮待人。讓我給你撞親，話我把你撞親，必須學到禮貌，拗撬唔出現。Baby I am sorry forgive me，next time 小心睇路，碰撞唔出現。交到全部朋友，交到全部朋友 ，love and peace。如果必須結束關係，能扮成從未栽種，讓我數着年輪，這些